Hello，老师平安，平安，食饱未？食饱分钟，食饱未？食饱，观众朋友平安，大家好吼。今仔日要讲足趣味的哦，要来问老师是安怎看师母熟悉的哦，嘿嘿嘿。恁是安怎决定要交往的咧？听讲是有人介绍的对无？有人介绍着，嘿，就结婚啊。着结婚了着，所以老师嘛是即种诶哦，先婚后爱，即阵嗯，最流行诶迄个，人都嗯，爱看吼，嗯，小说吼，观众朋友，恁是安怎熟悉诶？恁有结婚诶人吼，还是未结婚诶人？恁看你诶另外要安讲？台语要讲？另外也未另外一结婚的半未系啊，恁讲未来翁婿，还哦，是未来翁婿哦，嘿嘿，恁是安怎熟悉？有一个来啊，吼，明辉弟兄吼，讲看觅因是我知影因迄个自少年的熟悉啊，吼，是同学安尼，来其实我讲嘛是足早吼，这自学生就熟悉吼，所以阮毋是先结婚的吼。恁有人是先结婚的无？即份的人咱想足少先结婚较迄个恋爱对无？吼，人拢爱讲啥物爱先试婚对无？免是安尼，免是吼。所以咱今仔要来看一个人的故事吼，一个是伊先结婚，来较恋爱，来个会当度蜜月，啥物50冬，吼，免是安尼。我嘛是对，咱第一，要讲的是接续前礼拜，咱前礼拜讲以色列像耶稣安尼点点静静，安尼拢无爱人知影伊吼。啊，是咱来看伊安怎结婚，像即款是，人已经交无女朋友，因为伊嘿，拢袂晓交讲话，女朋友，嘿，吼对，怎样？咱讲但是上帝帮伊有比较好势，伊伫37岁时，因老母就来过身，伊过身以后，伊真非常伤心，是碧来汉迄阵已经100嘛是百几岁啊，伊就是咧想讲，伊也已经老啊，无甲是，因囝，因独生囝，因独伊个囝来甲伊娶一个某，哪会使？所以就是叫因厝人咱来看，碧来汉对伊家内管理专业的老罗伯讲。是叫伊个仆人来讲，专我去伫总管，家人诶中间，你毋通甲我诶囝娶因诶查某囝做某，你着去我诶本地本族，甲我诶囝以撒娶一个某。伊真慎重啦，伊着讲，伊住伫迦南地，但是上帝拢有因阵伊讲迦南地是要赏赐互伊诶。伊诶子孙咧遍满逐个所在，嘿，安尼伊知影讲这是伊诶土地。虽然伊讲遮话诶时阵，要来嘿，咱敢若要甲人买一区田尔啦，是，全部迦南地拢毋是伊诶。嘿，哦，伊诶老婆就讲，我去替恁囝找一个查某囡仔转来，假使迄是，个查某囡仔若无爱对我来要安怎？我敢会嘿，当甲恁囝，就是讲甲伊娶去遐，嘿，安尼对嘛是会当娶着遐个某。对，伊别来讲，你着谨慎啊，毋通带我诶囝倒去遐。哦，袂使，袂使带去。为什么讲袂使？因为迦南地遮诶人拢总是无咧拜上帝，因咧拜因家己诶偶像。伊讲干若伊带去遐，才会使。伊带遐个供养，就是讲共款是拜迄个独一真神创造宇宙迄个主才会使。所以是，讲毋通甲阮囝带去遐，嗯，因为对，伊是要留伫遮来承接上帝诶祝福。
因为上帝讲嘛，讲迦南地上帝有甲伊讲，迄个迦南要互伊的，啊，佮有伊若娶即个某足重要，因为即个某你看，伊敢若一个囝，啊，以后的子孙，那像海边山遐济，啊，拢是爱对即个老母出来，啊，即个老母足重要。是咱的祖母哦，亲信来传递，所以伊就安尼来处理来，咱来读圣经哦，仆人的祈祷追求上帝的旨意，因为仆人哦真忠心呐，伊敢若祈祷来找求迄个孝牙指示啊无，伊就当然你知影哦，对阿伯拉罕大甲南地要行去到合兰，就是伊的祖的厝，伊拢总有800公里，800公里等于台湾的2倍啦。对台北行去屏东，啊个对屏东行去台北，安尼来回才是伊的单程啦，800。因为台湾敢若400，伊800，伊总然爱行几啊礼拜。是。伊即尾暗的时阵哦，伊就已经行到位啊。行800公里行到位啦，种查某囡仔出来抢水，伊就骆驼跪伫城外井边，伊有10只骆驼，阿伯拉罕甲伊讲，你去找伊使来某的时，伊就带一寡仆人，甲伊的骆驼10只，就找啊。我最近较听讲，迄个骆驼足有价值的呢。伊对头到对皮到内面拢足好诶。骆驼哦，真有价值是啊。对，伊米做营养。真久无啉水袂要紧吼。是，所以伊会当。你看咱伊到位以后，伊看到足侪查某囡仔，是要选倒一个。阵啊，你嘛是会想讲，我遐尼水，我是要拣对一个，是要拣我的主人的后生呢？这无毋是要互我家己，若我家己我知影我要拣对一个啊。即摆是要拣一个我的主人做新妇的。是。安尼伊当然也反正伊就干那祈求上帝，伊就想讲好安尼好，伊就开始祈祷讲，我要伊甲上帝讲哦，讲我要对一个查某囡仔讲。请放了你的水盘，互我啉水。伊若讲请啉，我也要互你的骆驼啉。那迄个查某囡仔甲我应安尼，愿迄个查某囡仔是你所定着，要互你的奴仆以撒的做某，安尼我就知影你是阮互我的主人。伊就讲，伊就一个来，伊就咧祈祷，就讲安尼我要。祈祷，我要向一个查某囡仔讨水啉，伊若真欢喜，互我啉，佮家己讲伊要互我的骆驼来啉，那安尼迄个就是，伊祈祷了以后，无拍算伊拄仔祈祷了，迄个我看到一个就是离别家出来，对因井内底抢水起来，起来伊就静静，咱看后壁一张。后壁？对，后壁嗰张。对。然后罗卜就行进前甲伊讲吼，伊已经祈祷了，讲要安尼嘛，所以迄个老罗卜呢，就行去讲，甲迄个查某囡仔讲，求你甲办来的水淡薄仔互我啉。迄个查某囡仔安怎应？我的主，请啉。我的主，请啉。就赶紧甲伊的水盘放落来，摕伫手里互伊啉。伊掼伫水，安尼伊掼伫手哦，毋是放咧涂骹哦。你掼伫手就互迄个老仆人来啉。啉了，互伊啉了后，伊佫讲，我嘛要甲你的骆驼抢水，互因啉到野。无简单诶，我想迄个查某囡仔讲安尼时阵，迄个老罗卜一定带一条，哪会遐尼准？系啊，这无简单诶，你想，10只骆驼哦，咱即摆也想看觅，10只骆驼，一只爱食偌济水，伊抢诶水2桶嘛食无够对无？可能几啊桶10只，是毋是爱2、30桶？是。伊爱抢
唱咧几十届去唱水了遮，伊个欢喜做即个日来代志，所以个老老母我着徛伫迄个后壁静静伫遐看，拢无讲话。点点无讲话，哦，你看咱个20节，咱来看20节哦。伊就赶紧甲办来水拼伫泽里，佮走去井里抢水，互伊所有落道啉水。因为伊互迄个仆人啉伊个办来水啉无了啦，啉无了伊就随来拼落因泽里，要饲落道个泽。然后较紧佮去。迄个老仆人呢，注目看伊伫遐详细甲伊看，讲点点无讲话，伊拢无讲话咧，点点看迄查某囡仔咧做代志。爱要知影上帝有啥属于顺序的路啊无？但是伊看到迄个查某囝遐尼伶俐，遐尼规力，足骨力咧，佮对人遐尼亲切，那像天边的日光安尼吼。遐尼乐观快乐的一个查某囡仔。真正有疼心，伊就想讲，这应该就是啊，所以伊咧祈祷以后，伊就发现讲，这个就是啊，伊就静静去，就甲伊个送伊两个手环啊，伊就甲手环两个送互伊。送互伊以后，迄个就甲问讲，你是啥物人的查某囝？恁兜敢有所在通互阮休困？迄个查某囡仔就甲伊应讲，我是比托利的查某囝，比托利就是就是毕拉罕的兄哥的囝，伊就算做毕拉罕因亲族个就对啦。伊就讲阮兜有所在通，但是迄个牧人呢听着安尼足欢喜讲，我要找的就是伊啊，就是讲。伊要找阿毕拉罕的亲族啊，那一届就找着，所以就跪落涂骹祈祷。嘿，算是因少爷的妹妹吼，安尼算。对，因少表妹啦。迄个查某囡仔就较紧走转去因兜，甲因老爸讲伊伫井遐拄着一个人，安怎甲伊讲。讲了因兄哥，迄个查某囡仔兄哥就拉班吼，甲因老爸吼，就真欢喜讲，安尼你较紧你请伊来啊，请伊入来咱兜，因兄哥就对迄个查某囡仔来，甲迄个老仆人呢请入去因兜，就办青草啦，办甲足好，就是讲互落道食的了拢款好啊，要食饭啊。迄老仆人就讲，我的代志若无讲明白，我毋爱食。办青草要请人过来讲，我无爱食。但是我的代志一定就讲，我的主人交代我的代志，我若办了袂了，我若遐袂讲明以前，我毋爱食。那班因厝的人就讲安尼，请讲，就开始讲啊，开始讲，拄则我讲的啊，伊讲一届。两种讲几啊届，伊讲我祈祷讲爱安怎拄着一个查某囡仔爱安怎做，结果这讲阮一个拄有一个人讲因的故事讲3工3暝拢讲袂了，老师讲3工还讲袂了，对，所以讲了伊就是要甲伊带转去啦，对无吼？对，两个讲了就安尼好，真欢喜就讲。即门亲事就讲正吼，就讲大人已经应准啦，讲好安尼，即个查某囡互恁的主人的囝做某，无好安尼真好。当然啦，伊就搁想讲安尼嘛，就互伊等几日啦，甲行啦，3台阮遮经过，因妈妈啦嘛是讲无啦，互伊等几日啦，上少嘛爱10日。10日较早。迄个老仆人讲袂使啊，因为我已经甲代志办好，我要较紧倒转去回复我的主人。伊讲天光尔就要走，所以拢无。伊拄迄暗困天光就要走啊。讲你毋通阻挡我有要紧的代志爱较紧倒。伊就讲若安尼吼，叫查某囡仔来问看伊要对你去无？看伊的意见。
因诶是大人是讲上少嘛等10日，迄个牧人讲毋好，即阵着爱是行。对啊，可能因为过去遐足远诶，对无吼？以前诶人行着行几个月啦。对啊，无手机啊，袂当联络。若无相片嘛，袂当看着讲因未来翁是怎样做。安尼个甲伊架去啊，拢毋捌看着。个叫伊来问讲，讲安尼，着叫伊来问讲，互伊甲你讲，讲你要倒去还是要？伊会当选择啊，选择讲无5日啊，出价10日出5日嘛好。讲我着要去，讲我愿意去，着随去后，随去行后，徛去个路途，当然，这个查某囡仔有那是算公主啦，因为伊有礼貌，佫有牧人，着对伊做伙开路途，有钱人，像咱行落来，咱来行到几个月后，来跳过一张来咯。佮过一张啊。就是因日暗，你看，佫是黄昏，所以咱今仔日背景用黄昏哦。黄昏对。日要暗诶时，迄个牧人来到井边，甲日笔甲讨水。日要暗诶时，以撒出来伫田里静静咧想。因为伊本来就安静诶人，伫遐祈祷啦吼。行目一个看，无常地看着骆驼来，骆驼来，伊就想有。一个有感嘛，心电感应的吼，一个有感讲，是毋是因诶仆人转来啊？入去甲有哪共款啊？因看到一个人，查某人，迄个查某人可能伊看到有哪忽然间惊一条讲，就对骆驼顶是紧溜落来，溜落来就问迄个仆人讲哦。问迄个萝卜讲，佮伫田里行来要迎接咱的是啥人？萝卜就甲伊讲，是我的主人啦，以撒啦。入去甲石摕被来搭面，就是伊较紧用巾仔甲伊的面包起来。伊就包起来，因为要见未来的翁哦，因为习惯啊，就像因的风俗。风俗，其实佫有一个意义啦，一个意义就讲，因为因为咱知影讲有阿伯来罕，我则小可讲一个好，迄个阿伯来罕是代表上帝啊，上帝以撒就是咱前下有讲啊，以撒就是耶稣基督啦，上帝是毋是要甲耶稣基督？来娶某，娶一个某，娶一个伊安尼阿伯来罕是毋是要甲因囝娶一个某？就切肯圣灵啦，圣灵的仆人吼。老罗卜切肯圣灵去本作来讲去找相信的人，就是甲上帝的愿意，我睇下所甲上帝，找来以后来嫁互啥物人？所以所有诶相信诶基督徒，拢是查某囡仔要嫁互耶稣。伊是要找，因为有所在所在，你若有看圣经就知影哦。启示录也好啦，还是讲旧约新约所在所在拢讲咱要等耶稣来甲咱娶。有一个说来讲，因为羊羔婚姻诶期已经到，伊诶新娘已经家己备办好势。就是讲。就讲伊应选的人已经备办好势，伊的新娘啦。你嫁耶稣以后，人甲耶稣，讲做耶稣下某以后，咱就无搁拜别的啊。无讲迄个也好，迄个也好，学袂拜。袂使学拜，就离婚的哦，袂使离婚，对无？对，嘿，所以爱用迄个囡仔看起来。所以看起来就讲，看无家己一方面是讲，我今仔暗咧对待以后，我无家己的意思，拢完全咧顺探你的意思，我无家己咧，来去过一条。咱来看美国剧哦，伊使带因某以后就真疼伊，伊还未看到面，就甲伊牵入去因老母的房，长房，就甲伊结婚。
就真疼迄个某，伊就得到安慰吼。40岁娶表妹入去家，伊绝对老母死后，伊到即时才得到安慰。伊即阵40岁，因老母是37岁时来过身，伊即阵已经40岁哦。是。伊比较得到安慰，就是讲娶某以后，因太太对伊帮助真大，佮两个人相爱，真正相爱是咧恋爱啦。因仔开始恋爱，虽然拢毋捌看见面咯。就已经结论啦，伊娶入去就是结论啦。现在安怎拢毋知影，就开始迄阵才知影讲是伊上介意的一个。伊60岁时才生囝，20当拢未生，20岁以后就已经60岁啊，才生囝，就是伊生囡仔国两个人，来到伊差不多80岁时要去来度蜜月，为什么讲是蜜月？你看，为什么嘿？咱来看这个问题啊。讲创世纪还有记载讲，迄所在的人问咩啊？我先讲啦，因为阿伯拉罕过身以后，是咪甲所有的财产拢互即个以撒，拢互伊独生的囝，拢互伊阿伯拉罕有真济羊群、牛群、人有啊，个仆人真济，真大的一棚啊，拢互伊，互伊迄个所在无落饥荒，饥荒伊是毋是爱去找迄个有草的所在，有草料，爱刷位，我一啦。伊想要去埃及，毋过上帝有甲伊讲，你莫去埃及，你上踮踮迦南地，你住踮你就是讲住踮非利士人的土地袂要紧，莫离开即个迦南地。上帝话讲，我要祝福你。伊就从无去，真正无去，无去伊就伫非利士人的土地啊。伫非利士人的土地，伊真惊咧，真惊安怎啊？你看26创世纪26第7节，迄所在人问到伊的某，伊就讲，伊是我的小妹，毋敢讲是我的某，心内想，惊了迄所在的人为着利百加的缘故来杀我，因为伊的面貌真水。一个翁若讲因某真水吼，就是要入咧美国去啦。逐个人拢嘛讲野花香，讲假花不比野花香好。有诶，拢安尼讲嘛，讲别人诶某较水，对无？有无观众朋友，你诶某较做水诶无？所以毋是啊，佮有吼，人个第二点会当证明讲，因抑个是美国去吼，就是阿比米勒，就是迄个国王菲利斯王吼。对伊窗仔看，伊伫遐已经久，菲利斯王阿比米勒对伊窗仔看看见以撒甲伊诶某利百加伫滚笑。就是讲迄个王甲伊诶某带去对无？无简单，就是讲若是兄无影吼，讲姊妹啊，因若咧滚笑，毋是安尼啊，代表因行路可能是牵手，还是手脚拢弯咧。就是讲因真正亲密，互人看着知影因是翁仔某，是咧恋爱中诶一对翁仔某。毋是讲兄妹啊，毋是即个关系，所以国王看到即个情形，就赶紧命令讲全国嘅人毋通夹着即个查某囡仔，着毋通夹着利百加，伊是人嘅某，因为你夹着人嘅某是犯罪，所以你看是毋是甲利百加个讨倒转来，并无讲真正互人带去做人嘅什么，做人嘅某。上帝是咪拢看过伊，所以因的恋爱是对伊开始到即阵。看因爸爸做成诶吼，讲因妈妈是妹妹，拢因妈妈嘛做水诶对无？咱下礼拜个来看因食老诶时变啊，来过因。食老时，敢是搁哩蜜月期安尼吼。咱来讲伊老人诶代志，当人讲老诶时。软老诶时，嘿，安尼有一个人讲迄个因啥物马来西亚熟悉来新加坡来来泰国结婚哇，这厉害吼！所以这真系讲三讲三暝拢讲袂了吼。
好，所以今仔真欢喜，咱会当熟悉即个，以前毋捌想过呢吼，即个上帝的耶稣性情吼，即个关系吼，而且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某对无吼，耶稣的某啊吼，啊你若想未结婚啊，你若想要有迄个蜜月50冬拢咧蜜月吼，伊竟然熟悉阮的上帝吼，会当互你的婚姻吼。足水诶安尼，好，安尼逐礼拜一个 AM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欢迎你甲阮空中再会，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多谢大家来支持，啊嘛欢迎你继续写吼，你若有啥物爱情的故事吼，会当写互阮知影，顶礼拜吼就感谢一个朋友吼，伊后来佫有来写吼，讲伊听了有啥物感觉吼，我嘛足欢喜吼，会当甲家人分享吼，你的感想好，安尼平安，后礼拜再会，晚安。